哥頓市主島旅遊路線65由海豚巴士營運，來往綠水村及小坑北，途經赤壁、柏奧道及文武廟，服務前往綠水村的遊客。2021年3月4日，65線綠水村方向投入服務。2021年3月5日，65線小坑北方向投入服務。2021年5月30日，增設字幕報站系統。準備上車，祝大家旅途愉快。有種心跳叫動情，神奇到整天不安定，坐上電單車一樣衝過去便高興，懷着最強傻勁，勇敢表白哪管別人會截停，一直沉迷你，難道害羞地等邀請？也許水星戀上火星，感情蒙蔽你眼睛。其實我被劣評，請你一眼看清。喜歡了你，如果承認造成無止境破壞性，如讓你冷靜，才做個決定，仍然可覺醒。什麼叫愛情？愛得亡命，想拖着你與世界比拼。平常人若果鍾意我是罪名，若算相戀無需否認。什麼叫愛情？愛得純正，如戀情是毒藥，我吞下去，儘管學食。我嘅理性承擔很多爭議性，最重要直只要自己高興。對比哈魯吉提笑聲，骷髏頭叫你吃驚。如果泄露愛情，只怕給你陰影。誰又敬佩感情逃兵？自由相戀本是理應，你之後否認，我都很確定，唐突這事情。什麼叫愛情？愛得亡命，想拖着你與世界比拼。平常人若果鍾意我是罪名，若誰相戀無需否定。什麼叫愛情？我已痛走離地，如戀情是毒藥，要保護你不敢好食。我嘅淚承擔很多爭議性，最重要直只顧自己高興。越迴避更回味，坦白回應我可不可以？能夠誠實我願意，能一齊就毫無懼意。什麼叫愛情？有哪個可裁定？敢拖着你對世界不敬，無人能避開戀愛這件事情。問誰會是愛的證明？什麼叫愛情？我怕太過早離別，能焦頭爛額為了追逐這一刻過程，給一秒回憶多點喜與驚。你是我的任性，互相呼應。你是我的任性，互相